台南安平是真侪国内外游客上爱到访的旅游胜地，为伫咧安平路顶的府都古味轩，特别设计出具有台南特色盘手礼礼盒仔，造型参考安平古堡来制作，木质外观相当有质感，吸引众人目光。我们这些伴手礼，每一样东西我们都有一个特色在，尤其是这一个安平古堡，我希望的就是大家来到安平，能够把安平古堡带回家。我们里面装的是米做的杏仁酥，销售给客人是这样子的一个盒子，上面是让大家回去自己 DIY。这个直接都已经是只要把它掰开，就可以组合成上面的一个古堡。盘手礼盒仔不止外形加分，就连内底糕点嘛真用心。业者特别选用台南好米作为食材原料，不但健康环保，还会当帮助农民行销。我们的伴手礼是用米做的一些糕饼，大家会觉得很奇怪，米可以做出什么糕饼呢？很多人都停留在米果、米香，那我们是跳脱了这个领域，我们所做的这些米的伴手礼，我们可以做凤梨酥、杏仁酥等等。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来推广这个米制品，能够让大家吃得健康，然后另外我们也可以帮助农民。一道切落，这个月饼虽然看起来并无什么无同，但其实这是用米所制作，口味究竟如何？和这位小姐来讲看卖。其实跟月饼吃起来，差不多。如果没有讲的话，我吃不出来。不知道它是米，我完全不知道它是米做的，因为很好吃。很好吃。2冬后就是台南建成400冬的日子，府都古味轩特别设计出这具有台南特色盘手礼礼盒仔，相信一定让受到真侪国内外游客喜爱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